大家好，今日同大家介紹咧就係呢隻 Arduino Mega R3 2560 board。呢款 board 咧係依家用咗好多喺 Steam 嘅產品，學生教育上面嘅。不過呢隻咧亦都可以做個人玩嘅工具啦，因為佢就有56個 in-out port， 亦都有好多強大功能，亦都有其他配件嘅簫可以駁上去。咁例如呢啲 Ethernet 簫咧，咁大家就可以直接駁呢啲嘢上網。咁你可以喺自己屋企做 IoT 啊、物聯網啊，即係類似依家嗰啲蘋果嗰啲 Smart Home 咁樣。佢亦都可以做一啲簡單嘅動作，咁啊視乎你嗰個 programming 啦。例如你可以係簡單去用你 input， 用呢啲手掣做啲 joy contact。咁跟住就可以再令個 program 咧，例如觸發佢一啲其他 output， 例如可能叫佢哋着燈啊，又或者進一步做咗物聯網嘅話，就可能係用你手機去控制呢塊板，而呢塊板就再控制其他 output， 例如可以駁咗一啲電啦，做啲低伏嘢，咁然之後就可以用你手機只要控制到某一啲燈啊開關。咁呢一度咧就係我哋今日基本介紹一下嘅。咁之後咧，我哋就再有機會咧，就會再介紹下呢塊板一啲實際應用啊、程式去點樣編程。咁等大家咧可以用呢塊板咧做一啲高階嘅嘢，咁而唔係就咁買塊板翻嚟係乜都冇用咁樣。